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家乡，家乡代表着最宝贵、最珍贵的记忆。老家呢就是上海，我来自四川成都、哈尔滨，是烟台、大海啤酒、大熊猫、丹顶鹤、东北烤肉。一有小鸡炖蘑菇了，就得来碗米饭。炸酱面、涮羊肉，可能都是家乡的味道。说白了，那家乡就是自己的根。280的羊杂汤。方言上，我们花很多的时间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。这一点点钱对我乔老板也交个4儿。绝对没练过京剧。在我身后，强制性的跑步机。这一次演了一个发明家，然后很有名的那个手工梗，他做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把它借来了，给我们的宝宝们演示一下，省不省力，方不方便？电影的这个主题其实都是讲一种改变。下雨啦！今天你知道吗？是我2020年第一次拍戏，第一天拍戏。好好演还是有机会的。提前定好的景可能就不一定再能拍了，预约的演员可能回不来了。整个这个拍摄期间，结果正好赶到了这个黄梅天，就是它没完没了的这个下雨，这个水真的是太多了。现在雨是变大了吗？是导演。永远都在解决问题当中，这就是拍电影本身的魅力吧。看到好，姐妹们，看每一个演员在这儿，就像笑的，自带喜感的。有的时候喜剧也都是下意识来的。发展。快下回啊！是后会唱，别往回找啊！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慢动作，慢动作。完了。我看行，行。